後約上達舉行超級球星比賽拎到冠軍。然後第二日其實喺度練波。睇下同佢整有一日，佢哋就過嚟比賽，睇下點對佢足球王星 B 朗。然後比賽正式開始，首先我哋要企喺度，哎呀，俾人負一分，然後3分贏，呢個比賽係3分勝3分。又入咗一波。比賽好激烈，跟住完咗上半場啦，跟住佢哋喺度休息，跟住喺度下半局開始啦。今次係對方發球，今次係對方發啊！即係我咯。繼續，跟住佢再次取得勝利，以3比0取得足球大勝。過咗冇幾耐，佢又嚟咗一個新比賽。今次佢面對超強對手 A 朗。好，準備開始。今次呢個改成咗5分局。準備開始。跟住，然後跟住足球少年入咗一波。然後第二局跟住佢唔小心跣親足球少年，然後跟住A 朗就即刻搶去搶波，但係搶唔成，冇咁大力踢。跟住突然佢失誤咗，唔係，係，然後佢又入咗一波。備開始。跟住，哎呀！第3球入咗，最後嘅，哎呀唔得！哎呀，最高足球少年又取得咗冠軍，佢又生病咗，又係一個好重嘅病。佢冇重病，佢重病都繼續踢波，但係佢冇乜事。然後有一日佢又比賽，佢唔參加比賽，佢繼續練波。跟住佢哋喺度搶，跟住佢哋啲隊員喺度搶緊波，喺度比賽緊。然後對面嘅人踢入咗一分，完咗上半場啦。足球少年嗰隊仲係0分，對面嗰手已經有1分啦。下半場開始，跟住對方又入咗1分，然後足球少年仲有1分就輸。佢練完之後變成
A 字龍，我 A 龍。係佢係1000等級啦，你輸得噃。係個少年。籃球高手。喂，佢可以咁樣㗎。舉報 handball。冇輕波啊！佢係用籃球嚟當踢波㗎。咁好啦。想知道後續嘅人記得訂閱加 subscribe， 仲有 like， 仲有啲佢1000等，仲加分享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你如果想